喂，无晓得对。接电呢？你的声断断续续。我会声吗？我无讲话。OK，好，哎，好，时间超过吼，咱先来祈祷，咱来开始。天堂，阮的天父，阮为着阮所面对即个风台来祈祷。虽望阮需要雨水，但是阮知影风台有时会带来伤害。阮恳求主，你特别来保守。阮伫即个雨水会润泽的下面，也得到主你的看顾甲保守，也互即个风台无造成真大的损害。为着遐有树仔倒去，有一寡损害所在来祈祷，恳求主你来保守。感谢你今仔日永暗，互阮即个时间三甲自习。阮搁一摆来看保罗的第一届宣教。即马要进入伫即个亚细亚，就是土耳其的陆地。阮伫即个所在来看见早前保罗伊的热诚，甲伊所拄着的困难，来帮助阮搁较有即种的热心。伫拄着传福音的困难的时，也无落志。阮将今仔日永暗的聚会时间，恭敬交托伫你的手中。求你的圣神来开启阮的智慧，互阮会通对遮来得到帮助。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前礼拜有先讲到第一次旅程去到即个塞浦路斯岛有两个所在，一个叫做萨米拉一个叫做帕佛。了后咱有讲到迄个，我特别先讲到比西底的安提阿会去讲到比西底的安提阿，我今仔再重复即个部分，就是讲咱知影伫圣经内底讲的安提阿有两个所在伊是伫安提阿所属的即个省份叫做比西底啦比伫希腊文叫做比西底昂即个是伫即个即摆土耳其就是咱咧讲亚细亚的即个其中的一个state 一个省份啦就是咱即摆看即个所在红色刻起来即个安提阿会特别要来提即是讲有另外一个安提阿，更较重要的安提阿，就是大概初代教会咧找见即个宣教师的一个所在。迄是伫咱即摆图面我内面会搁换一个图咱即个图面的即边遮伫即边遮即个所在遮我用另外即个图即个伫圣经内底讲，遮的教会人跟对耶稣基督的人，第一次被称为基督徒，是伫即个所在，伫即个安提阿即个是外邦的安提阿这大概需要较强调啦伫即个安提阿是伫初代教会历史中间非常重要的一个所在是嘞，好所以咱用即个 Google 的地图来看即个安提阿就是伫即个即摆土耳其大概中部啦土耳其的总部是嘛是一个真重要的所在好，政变政变即个连长长今仔袂起来政变连长长咧问即条路线这个不是保罗宣教的路线，但是伫遮特别画，毋是画毋对我有搁转来查是马克离开即个宣教队的路线啦就是讲当初时马克就是巴拿巴的表兄弟离开保罗因，然后他离开的路线这个大概是记载伫即个使徒行传13章13节
连伊连长就起来时，我再过来甲伊说明一下吼。好，咱今仔日要来开始看到去里到伫即个陆地了后的城市啦吼，在陆地上面的城市哈庞菲利亚共款吼，是一个省份 state 的一个名吼，是土耳其比较倚伫即个地中海的一个省份吼，是一个海口的省份。即个别家就是一个港口的城市吼，伫即个所在吼，咱甲看吼，当初是有几个省份啦吼，咱大概知影一个加拉泰。有加拉泰书，这咱知影吼。当初是有分哦，有吕高尼，有比西迪吼。但是有一段时间呢，加拉泰省就包括了这一些。等一下我会让大家看一下哈。有一段时间它省份往那会变啦往那会变。所以遮有几个省份，一个加帕，一个利基一个佛吕加，这嘛会提到的庞菲利亚就是咱今仔所咧讲的还有吕加这个咱看别家的伫这个所在亚大利别家就是海口的一个港口城市是伫土耳其南边伫这个塞浦路斯的这个河的海一个岸伊甲亚大利足近的足近的用这条河来做伙两个城市其实离真近是咱知影伫即种较干燥的所在，地中海型气候的所在，伊若河水咧流，伊的土地就真肥啦伫土耳其内底有几条河流真重要，伫遮拢是诚做真重要的一个城市，就好亲像咱咧讲着马街伫咧创设教会时阵，甲淡水河、甲即个大库坎大汉溪拢有关系伊对即条河的两边边的这城市来即个开拓教会安尼伫地理上来讲伊即马佫有足侪迄种的古迹伫的伫罗马时代，比如讲戏院啦会通容纳1万外人的一个剧院剧院的所在这是伫古早罗马时期因足注重的佫有即种真大的、真水这个液池古早因的液池拢是公共的都是一起都一起的伫迄个内底当然问题会足侪啦嘛有真长的即个街路即个真长的街路其实伫古早的建筑内底足侪啦古早的建筑内底比如讲咱三峡的老街，伊嘛是一个长巷长街伫鹿港即卖的中山路古早叫做不见天啦不见天就是讲伊的巷本来细细尔顶管佫拢大坪像即个安尼共款，有顶棚的长街伊就叫做不见天啦当初时也有迄个田径场田径场会通讲是讲当初是一个足闹热人口真侪的一个大城市即个别家保罗去即个所在。当然咱看伊讲保罗的宣教甲犹太人拢有关系，伊拢头起先入去伫犹太人的会堂，开始伫遐传福音伫迄个所在。因本地真介意伊所讲的，了后当伊讲着搁活的基督了后，伊就受到排斥但是伊受到外邦人真大的欢迎这大概是伊去到每一个所在大概的流程啦拢差不多是安尼所以伊伫这个所在去到这个人真侪的一个城市，但是咱知影，咱倒转来看这个图这个所在叫做亚细亚，就是即卖土耳其即卖土耳其
现在是回教国家哈，但是东车时呢是一个西罗多神敬拜的一个所在啦吼。咱知影，有你若准有学美术的人，你就知影讲有足侪迄个画素描的那个石膏像，都是这一些神像啦吼。比如讲，咱咧讲维纳斯啊，等等的遮的吼。咱后壁佫会讲到，有两个神明啦吼。这拢是在画画的人都会去画的一些神像啊。这拢是因当这时咧敬拜吼。所以伫这个所在，甲咱讲，伊的这个拜戴安娜女神，戴安娜女神是一个狩猎神呐，是一个狩猎神就这个这个伫阮咧学美术素描的时候都会画它它也是我们画的一个对象之一啦这伊是一个狩猎的女神这个就是即马佫存在的一个古迹废墟这个就是可以坐1万多人的一个竞技场，咱讲运动场因有迄个这个也是运动场的遗迹啦这个所在是一个纪念迄个涌泉出来的所在伊这是一个神龛啦嘛是迄个咱咧讲的多神敬拜的一个遗迹伫这个所在一样这个都是希腊式的神庙的柱子圆形的圆形神庙的柱子这大概咱若伫这个土耳其的观光旅游的时候，定定会去看到这的物件会看到这的物件。好，别家的记载就是伫《使徒行传》13章13节，保罗甲伊的同伴对帕佛，咱会记帕佛就是伫这个塞浦路斯岛的左边，因第2站啦右边是萨拉米，左边帕佛，咱叫做南塞浦路斯共和国即马一个独立的国家伊是基督教的国家啦好，咱拄则有讲到，我进前互咱迄张地图有一个直接转去到迄个耶路撒冷迄个路线，就是记载伫遮马可离开保罗因回去耶路撒冷迄条路迄条路所以因到伫即个所在就是庞菲利亚即个省份的所在。使徒行传13章17节到22节，就记载保罗伫即个所在伫会堂内底甲遮的人来讲话，伊有提到着旧约中间以色列人的历史，伊有咧讲到出埃及、入迦南，上帝搁入即个扫罗王，搁入大卫王，当然到尾即条线就牵到伫迄个耶稣被兴起的救赎讲到头前，犹太人拢足欢喜的。讲到耶稣基督的国话因就起码袂好势安尼所以每一摆当保罗讲到伫即个国外基督的时阵，犹太基督徒就会不高兴就因会是讲犹太教徒还是犹太人的背景，因会感觉足无欢喜的但是颠倒是外邦人会足欢喜，因为因从来毋捌听过即种圣经的真理，也是讲即种的上帝的情形啦对因来讲，就是偶像因刻的石头因伫遐咧拜安尼这个是有很大很大的差别伫即个到伫别家了后，伊就往北来行。咱前礼拜已经有讲到安提阿啦了后伊就去到即几个城市即几个城市有几个重要性的物件，咱需要去知的啦就是讲，比如讲加勒泰省无有加勒泰教会，但是加勒泰省内底呢有即几间教会，特别叫做南加拉泰
在比较北边、中部北边的迄个土耳其，还是讲讲这时的这个亚细亚，无有教会，只有南边就是这个所在。佮另外一个值得提起的，就是保罗伫遮招到一个学生，这个学生伊甲当做信用的囝，伊的名叫做啥？就是提摩太啦，吼。是咧，我拄则讲着加拉太省啦，吼，加拉太省。提摩太是伊的学生啦，吼，就是伫即个所在，吼，伫即个所在，加拉太，这是南加拉太，尾也有改名，吼，改无共款的，吼。即条线就是拄则咧讲的，使徒行传第13章13节，约翰、马可离开他们的路程，毋是保罗的这个旅程啦，吼。这是即马Google Map 的一个地图，吼，互咱大概知影，安提阿大概伫遮啦，吼。这个加拉太省大概在这个地方，吼。即几间教会，拄则看即几间教会差不多集中伫遮，拄好伫即个土耳其的刚好最中央，吼，大概最中央的地方，好。所以这个所在就是真有可能加纳太书的收件者，即几间教会。所以咱知影加纳太的收件者，吼，毋是单一教会，也是个人的书信。伊是写互众教会的，吼，写互众教会。所以咱看加拉太书第1章第20，伊写讲真清楚。我甲我做伙信徒写互加拉太众教会，吼，毋是一间教会尔，吼。所以加拉太书就是我倒转来拄则即个，吼，就是即几个所在的教会，吼。咱搁继续来看啦，吼。伫这个所在，所以咱大概爱知影，吼，伫保罗的批信内底有真侪所在，拢是只单一间教会，吼，比如讲帖撒罗尼迦啦，伊有数啦，吼。但是加拉太特别是众教会，吼。所以加拉太嘛毋是一个城市的名，吼。伊伫迄个所在大概有2个意义，吼，就是一个地区，吼，加拉太地区，吼。安尼讲，小亚细亚北边高卢人居住的，迄叫做北加拉太。另外就是我拄则咧讲的南加拉太，就是加拉太省，吼，搁较扩大，吼，伊的范围尾也有扩大啦，吼，尾也有扩大，吼，嘿。因定定有变化，就无共款的这个总督去，因有一寡变化伫咧，吼。他们基本上总督也属于那种用咱的了解方式叫做军阀啦，吼。所以有的人势力较大，伊就会占较大位安尼，吼。所以因的迄个省份还是会改来改去的，吼。好，伊的首都就是今仔日土耳其的首都叫做安卡拉，吼，安卡拉。好。伫即段的经文中间，基本上拢是伫迄个加拉太省的境内，吼，伫南加拉太，伊开设几间教会，吼。咱来看，这个是罗马时候统治的地图啦，吼。罗马时候呢，他就统治这么大，吼，统治这么大的地方，吼，到非洲都有，吼，地中海全部这边都有，吼。亚细亚就在这边，所以罗马的政府是从这边发迹，然后统治到过亚洲，这边是亚洲，这里还是亚洲，这边就是非洲了，所以欧亚非三洲都有，这大概咱小知呢，伫这个所在，咱拄则看到的教会大概就是伫这个所在，安提阿、以哥念、罗斯德，伫这个所在，咱知影加拉太省，有当时也变遮大，咱拄则看的地图就安尼，各有切几个小省，这个加拉太是遮尔大，这个叫做南加拉太，那北加拉太就没有教会，保罗无去到迄个所在，所以伊就对别家起来了后，别家起来了，伊来安提阿，然后就来遮以哥念、罗斯德，佮特庇伫即个所在开拓教会，伫遮。
这个就是今麦地图了哈，现在的地图哈。那相关的经文的是《使徒行传》13章51到52跟14章第1节到第5节哈。伫这个地点顶悬，咱即马知影伊的名叫做孔亚啦，吼，迄个省份啦，吼。好，在加拉太省吕高女这个所在，对来讲是一个足大的城市吼，伫这个所在吼，伊伫遮来开拓吼，开拓这个教会安提阿吼，安提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军事也是商业的所在吼。咱知影，咱拄则看到迄个罗马整个统治吼，所以对欧洲要去到亚洲，这个亚细亚就是一个重要的经过的道路吼。拄啊，迄个安提阿拄啊，伫迄个中的一个路线吼，伫这个所在啦吼。因伫遮嘛敬拜一个咱咧讲的偶像吼，叫做众神之母啦吼，众神之母吼，伫这个所在，伊的祭司吼，通常拢是迄种咱咧讲被阉的这种太监这种的吼，嘛有这个以色列的这个钱币伫这个所在去互发现啦吼。伫这个所在咧讲到以色列啦、安提阿啦吼，拢是足相近的一个重要的军事是讲交通商业的一个城市吼，甲这个要道吼，这真重要的道路吼，特别是若像讲对这个亚细亚要坐船去到伫非洲，大概会对这个线路，就是对以色列安提阿落来到伫别加亚大利，然后坐船落去伫这个塞浦路斯岛吼，通过去到非洲，所以无论是海陆的这个交通，还是陆上的交通，拢是足重要的一个地点啦吼。伫这个所在呢，伊有。咱拄则有讲伊有招呼着一个兄弟叫做提摩太，就是伊伫信仰上面的干儿子吼，会囝安尼吼。伫提摩太后书第3章11节，保罗也特别提到讲，提摩太真知影伊伫以哥念甲罗斯德受到的迫害吼，伫这个所在伊安尼来提到吼。咱讲到这个吕高尼吼，吕高尼就是这个省份啦吼，伫遮一个省份加拉太省的一个区域吼，咱伫遮来看，讲大概就是在土耳其，即马土耳其的中部这个所在吼，中南部吼，伫遮嘛是这个咱咧讲这个安提阿附近以哥念遮吼，事实上。有一段时间，伊就是伫加拉太省的一个部分，后来就是也是因为军阀的战争就分开了哈。伫这个所在呢，是算无介肥的所在，较干涩较干涩，但是因为伊介干涩的关系，伊足好做交通的一个要道啦吼。真好行这个路吼伫这个所在嘛，真重要，特别是在路上的交通上面呢，伊一个真重要的一个路，当对这个马其顿通来到遮了后，就去到大树所以要通到伫犹太地，会通讲是这条路上的道路是足重要的一个所在伫第3世纪的时阵，伫遮就开始有真重要的一个咱咧讲的传福音布道的一个系统伫这个所在所以伫这个所在，咱看伊讲保罗已经伫遐建立一个真重要的一个起造教会，也是讲教会体制伫这个所在吕高尼伫经文的记载《使徒行传》第14章6节到7节，伊伫遮讲，这是指着一个区域啦吼。经文甲咱讲，就逃往吕高尼的路斯德和特庇2城以及周围地方，在那里
传福音哈。所以这个区域是人足多，而且城市很多哈。所以保罗伫遮会当一个城市走去一个城市去觅，伊去用赶的时阵，就通好伫遐觅哈。第二位置咱拄则有讲到，就是讲加拉太省的南边的所在，伫比西底的东边啦，伫遮来讲，伊是一个交通要道哈，虽然它的土地不是非常肥沃哈，伫遮就咧讲，伊是一个足主要的道路哈，通到叙利亚以弗所跟罗马所以路上的交通要道这个是必经之地啦所以伫这个所在已经有真重要的一个城市，成熟的城市伫保罗去设立教会了后，教会嘛有足成熟的发展伫这个所在好。大概互咱去看到这个地图就是这个区域就是吕高尼这个也是一个省份就从原来迄个加拉太分出来伫迄附近呢，我那有去这种的一个那像修道院的物件你也看到这个地形，你就知影讲它不是一个很肥沃的地方了过来就是路斯德啦就是加拉太南边的是加拉太众教会之一路斯德这个对保罗的宣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伊第二摆的时阵，伊嘛有去经过这个所在伫14章第8到19节的记载伊伫以哥念的南边嘛是共款伫土耳其的这个中部属伫吕高尼省伫这嘛是共款咱拄则所讲的以哥念也好啦或是说这个路斯德啦也是特庇，因都是一条相连的，几个城市拢伫这条路顶管拢伫这条路顶管拢足重要足重要罗马时期是罗马殖民的一个足重要的地点因伫迄个所在来保持罗马的这个利益啦也是讲伊是迄个律法秩序是一个军事的中心，会当维持秩序的表示，伊绝对有军队伫迄个所在，真重要的一个军事文化、交通等等遮的物件伫这个所在所以路斯德去这个阿古斯都选做几个殖民据点之一啦阿古斯就是罗马的皇帝所以伊伫遮是算有藏一个真重真大的军营伫这个所在好伫第二章或是地质上面来说伊是较偏远的所在，是一个地中海型气候像咱咧讲犹太地，也是讲伫南加州迄种沙漠荒漠型的一个所在但是伊因为地势较悬小块有一寡防卫条件，所以才会罗马皇帝阿古斯才会甲这个较大的军队甲伊放伫即个所在当然你伫军队较济所在嘛带来因较严格种法律制度伫即个所在换一句话来讲，就是讲遮外邦人较济外邦人较济，也表示因拜偶像的情形嘛较严重嘛较严重。咱拄则有讲因伫即块咧有拜迄个狩猎之女神啦也有众生之母啦等等遮的众生之母以弗所就足严重，咱讲以弗所的时阵，咱才过来讲啦好相关的经文我大概咱看一下例如讲保罗伊甲巴拿巴伫即个所在伫遮伊去伫即个
这安提阿去互赶走了后，因就开始逃走，去到伊格念，搁来逃到女高尼的路斯德，搁去互赶了后，伊就继续逃走，搁伫这个所在。伫路斯德的时阵，伊有惊新热，甲伊伫一个摆骹的人，伫一个摆骹的人，伊就即个人较特别伊会讲到迄个神明啦，讲到神明，伊讲上帝借着人形，降临伫咱的中间，这个换咱造成保罗甲巴拿巴足大的困扰，足大的困扰。咱后壁再过来讲啦，伊伫这个所在呢，伊有甲伊讲呢神明的化身啦，然后安怎，因两个就脱衫跳咧水内底来讲我毋是神明我是人要来破除因的即种黑白讲的即种迷信安尼因甲伊当做即个希腊的两个神这咱后壁再过来讲因因为因有惊神热的权柄，所以因就感觉讲因足特别的迄个时代就是安尼，其实甲咱的传统宗教嘛共款，看到一个牛人，你就当做伊是神明咱若阵有机会入去伊灌道去甲看的时阵近代的几个咱咧讲的有名的人，拢囥伫咧内底包括两个蒋家的人啦包括李登辉啦听讲含陈水扁都有啦这是一贯道因的做法伫西罗的文化基本上也是这样子好所以咱看《出路行传》14章19节，伊嘛伫这个所在咧讲到，当因伫遐来传福音，讲到国外的基督，国医治人了后，遮个人就看因袂过就叫人用石头来拍保罗，这是因拄着的困难，甲因拖去城外迄个时代无有正常的法院只要人多，一起丢石头就可以判一个人死刑。按伫倒位，拢得拖出去城外，然后大家拢甲钉石头，钉到死为止。这是以前的行刑的方式咱大家爱有这个了解啦所以因就逃走啦逃走因就搁去到别个城市保罗的宣告就是安尼啦拄开始去受欢迎讲到旧约，犹太人足欢喜讲到耶稣基督的国外，犹太人就无欢喜外邦人足欢喜当因若惊神热医治人，当地的拜神明的人就无欢喜因就受赶甚至犹太人嘛会招一寡人来甲因拍拢有外邦人会甲因拍犹太人嘛会甲因拍这是因拄着足大的困难的所在保罗呢有甲人惊洗礼无？惊割礼无？有啦保罗有甲人惊割礼为什么保罗要甲人惊割礼这咱即马小可讲者咱有机会去讲啦咱知影提摩太伊毋是正统的犹太人提摩太伊的妈妈是犹太人，伊的爸爸毋是但是呢，提摩太要去倒位传福音，伊要倒转去伫犹太族群内底，所以保罗为着伊的性命安全，甲伊行割礼，互伊有犹太人的记号这是伊的真重要的目的，毋是为着要行割礼。咱知影保罗伊是足反对割礼这项物件代志，咱大家爱知影为什么伊甲提摩太行割礼，是甲伊的宣教有关系。好若亲像保罗要用保罗的名，无搁用扫罗共款，因为伊的传福音的对象是罗马人，用希腊话的，所以就用伊希腊的名字保罗，毋是用希伯来的名字扫尔咱大概知影扫尔好，了后伊搁走去伫特庇啦伊搁念了后，伊就搁去互赶嘛就走去特庇
啊，伫特庇的所在呢，伊伫好，咱拄则有讲着，伊伫好一个摆骹的人吼，啊，伫遐行神社，啊，去互当作神明啦吼。啊，当然伊伫这个所在，伊就会惊来讲，计毋通安尼吼，特庇伫遮吼，特庇伫遮，这差不多是伊传福音第一届传福音的一个终点，然后伊就回头啊啦吼，嘿，伊就对遮就开始回头来行吼。啊，伫特庇的地形是安尼吼，咱来看讲伊这地形是嘛真不是很肥沃啦吼，所以咱来看这个苦力啊吼，大概对以哥念路斯德，就是吕高尼这个高地这个所在，基本上伊的地形就是亲像安尼，拢毋是介肥沃，啊，但是足平坦，足好做交通的要道吼，无啥物起起落落的所在吼，啊，所以伊是一个会通讲是高原啦吼，啊，所以这就诚做讲罗马的军队要对欧洲马其顿过来亚细亚通到伫这个叙利亚，就是咱咧讲犹太地遮一个很重要的交通要道安尼吼。啊，伫圣经的记载嘛是伫14章的后壁面遮啦吼。地理位置咱就知影，只要看迄个地图吼，伊就伫迄以哥念的西南边这个所在吼。啊，当然嘛是一个足重要的一个军事据点。啊，伊真有可能，咱去倒来看地图啦吼。真有可能就是讲，诚做即个地区的一个，咱讲卫星的军事堡垒吼，卫星的军事堡垒。因为咱知影，伫以哥念遮，罗马皇帝甲伊的党兵囥伫即个所在，所以伊这是一个卫星城市、卫星的堡垒吼，伫即个所在吼。边境啦吼，所以一个军事要点吼。所以咱会当看讲，保罗来到特庇是2摆吼，伊第2摆会有过来啦吼，捌来过伫遮个所在吼。20章的所在，咱会人看伊有过来过伫即个所在吼。伊遮拄着一寡人，比如讲犹太人，拄着城内的真敖的人吼，咱咧讲伊伫即个第一摆行程中间，伊所拄着的是讲士求保罗吼，士求保罗伊是罗马的总督吼，伫即个所在，伊伫塞浦路斯的拄着吼，因诚做一个宣教的这使徒，就是也尽量望伊诚做即个外邦的使徒，将福音来传互遮的外邦人，互因来得到福音，所以伊入去犹太会堂，但是一方面伊嘛真积极甲遮的外邦吼的人来传福音。咱来注意甲看啦吼，金钱跟尊贵的富人，基本上这嘛是咧讲外邦人吼。只有这个官夫人呐、贵族夫人呐，士求保罗罗马的总督，伊嘛是外邦人吼，所以会通真清楚知影保罗伊的传福音的一个对象伫这个所在啦吼。13章的52节吼，我小可读中文的翻译本啊，伊讲2个人吼，要离开这个头前这个城市，要前往这个以哥念的时阵呢，因甲骹顶的土站的吼，这是耶稣基督的交代，对不对？伊甲学生讲，你若去传福音，甲人请安，人若甲你拒绝，你就涂骹站的，伊就甲你无关，平安就归伫恁吼。保罗伫因当初时嘛是拢安尼做吼，然后伊就离开了。52节讲，门徒拢真欢喜，互圣神充满，互圣神充满。真有可能咧讲的门徒是保罗伫当地所训练的信徒。咱知影保罗去到一个教会，设立教会了后，他就设立迄个教会体制，过来，过一步，伊就开始做门徒的训练、使徒的训练啦，吼。所以因伫遐受到真大的激励吼，伫这所在。咱就看到讲，伫以哥念内底的一寡犹太人呐，以哥念的希腊人呐，
无信的犹太人啊，伊个咱的外邦人，等等遮的，咱会当看伊讲，因伫遐有接纳的，有反动的，有甲保罗甲巴拉巴要甲禁互死的吼，即个所在。啊，路斯德迄个摆卡的人伫遮足重要，因为伊伫遮吼，做成一个叫做造神运动。伊讲巴拉巴甲保罗呢，是一个是宙斯吼，一个是西米尔吼。啊，即个内底嘛看到因有拄着一个宙斯庙的一个祭司啦吼。啊，我后壁再来解说即个宙斯甲西米尔到底是啥物意思啦吼。咱来看遮个事件，就是讲保罗甲巴拿巴去互赶，为虾米去互赶？吼，就是讲每一摆我拄则讲吼，伊若伫迄个会堂的中间，伊就伫遐传福音，对旧约开始讲，吼，犹太人足欢喜的。啊，讲到耶稣，讲到耶稣的国话，啊，犹太人就无欢喜啊，吼。啊，伫遐传福音，外邦人本地就真欢喜。但是当伊若用讲到真理，讲遮的神明是假的，也是伊医治人的时阵，就会去吸着传统宗教，搁去吸着遮的咱咧讲的神棍，所以伊就搁受到外邦人的排斥，吼。啊，这大概就是因所拄着的一寡问题，吼。啊，若是因真认真，保罗就是真负责任传讲上帝的话伫这个所在，所以保罗一日感就是受到欢迎，啊，搁受到人甲赶吼，所以伊伫遮不只是一个会堂，伊真济会堂一直行，一直讲吼。啊，到落尾时常受到犹太人来甲因赶，甚至犹太人拢会对因，佮犹太人迄个彼此中间的信息佮真沟通哦，包括因倒转去耶路撒冷的时阵哦，消息嘛倒转去耶路撒冷哦，所以犹太人吼真刁故意要阻挡保罗的传福音的代志，吼。伊嘛是真愿意传福音互犹太人，但是最后拢去互犹太人赶走，拢是因为国外的基督，吼。啊，咱拄则已经有讲到，这个尊贵的富人跟城里面的上流人士呢，这基本上嘛是拢是西罗的背景的人，拢是足地位真悬、真有钱的人吼。伫伊的传福音的中间，就出现拄则咱已经有讲到割礼的问题、割礼的问题。犹太人、犹太教的背景的人，足爱要求外邦的基督徒一定要接受这个割礼啊，但是嘛造成这个教会内底一寡冲突。外邦人就想讲，我都毋是恁犹太人，是安怎叫我都一定要行割礼吼？啊，所以福音到底爱行割礼无？到尾啊嘛，诚做早期使徒因的这个在论证啦吼，咧讲这个真重要的一个问题吼。但是咱拄则看来讲，保罗有甲提摩太行割礼，迄个问题甲行割礼会使无？其实无介重要，是因为伊传福音的对象的关系吼，对象的关系。这人呢，伫议会内底吼，足重要的。因若欢迎保罗，因就会招足侪人来，甚至佫会愿意捐钱。但是因若一开始无欢喜，因就会用迄个政治的手段来甲因限制，甚至甲因赶逐。啊，所以咱会看保罗甲巴拿巴就是安尼，然后佫选一个所在，去到后一个城市，继续伫遐传福音。啊，拄则有咧讲到即个使徒行传第13章51节、52节，即个所在咧讲到讲，因两个安那站脚站站的站掉迄个骹顶的即个土，咱有讲到马太福音第10章耶稣所讲的话，讲如果人无接待恁，你就免去插因啦吼，你就离开迄所在，甲即个涂骹，甲你下顶悬的土呢安那，甲站站的甲离开啊吼，安尼吼。好，因共款啦，因去到一个所在，拢互人欢喜啊。但是嘛，伫迄个所在有设立教会
有这个设立迄个制度来训练学生。虽然因受赶走，伊就有一寡人搁留落来，继续伫迄个所在来传福音。所以伊的这门徒就真欢喜，受到圣神的这个充满。因伫迄个所在有接续保罗的这个事工啦吼。当然，咱看见讲因受到保罗甲巴拿巴受到赶逐，因伫迄个所在搁留落来伫遐继续来传福音。这是当然，毋是因为因受赶开，遮个基督徒就欢喜，是讲因已经得到迄种的使命，因会当去继续继续有上帝圣神的充满，伫遐欢喜来服侍，继续来追求已经迄个教会体制已经设立起来。无论保罗去到倒位，虽然受欢迎了，搁去互受赶逐，但是伊还搁坚持迄个原则，伊传讲真理，伊无惊吓伊无惊吓。伊嘛捌受到外邦人的赶逐，嘛是捌受犹太人的赶逐，但是这拢无影响伊这拢无影响伊所以保罗伊安尼讲，伊讲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人，因为上帝的义正是这福音上显明出来的。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义人必因信得生这是这个保罗的信念真可惜的讲，迄个无信的犹太人因来煽动外邦人做伙咱讲叫做次要敌人联合来攻击主要敌人安尼啦腓立比书第1章15节到17节，保罗写互腓立比教会批内底，伊嘛有讲有的传基督是出自嫉妒纷争，有的是出自好意这一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为什么辨明福音的所设立的那一等传福音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要加增我捆绑的苦楚安尼所以保罗真清楚知，伫这个追求的这中间，毋是逐个人拢安尼，但是伊是凭着伊一个受呼召、受差遣使徒的良心，伊继续伫迄个所在安尼讲分别嘛，像拄则经文讲这一边那一边，这些人那一些人伫迄个所在开始造成一寡纷争啦这是真可惜。但是保罗伊嘛无落气无惊吓甚至有几啊摆拢受到这个死亡的这个威胁，人拢摕石头甲钉安尼伊就走，一直走，一直走吕高尼到路斯德特庇这一城来躲藏。好，我开始要解说宙斯甲希尔米是安怎巴拿巴叫做宙斯啦保罗叫做希尔米啦这两个是伫希腊内底的两个神明啦宙斯呢是老人宙斯代表老人是这个希腊天神宙斯一个化身伊讲保罗这个巴拿巴就是那个老人老的神明老的神明他有神力，所以他可以也当医治迄个人的摆骹，互伊好起来安尼所以伊就用伊的传统的宗教思想来看上帝的仆人啦这个伫迄个时阵会发生，伫即摆基督徒会袂？我讲会有真侪人去军队一寡医治特会的时候，都会有错误的想法会讲这个是神人，这是神医这种有问题后来，然后是咧这是宙斯的神像了宙斯的神像来，过来呢咱知影宙斯的代表老人嘛伊有一寡后代啦后代就足济什么雅典娜女神啦、阿波罗啦，这拢是伊的后代啦这咱拢知影海克力士的海神啦这咱大概希腊神像大概就出于他啦那宙斯就是
奥林匹斯山之王啦，哈，嘛是宇宙之王哈，会当讲是希腊神明里面的这个最高的神啦，哈，最高的神哈，啊，伊有管什么诶？哦，管这个代志啦，哈，啊。哦，安尼吼，这个大概互咱，我互咱资料，咱才来看啦吼，这个哦，嘛真趣味的想法，大概互咱知影为什么伊会甲这个巴拿巴当作宙斯啊，有伊的原因啦吼。所以伊就讲宙斯有能力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所以当伊来医治这个拜卡的人时，伊感觉讲哦，这就是神明吼，好，再来。但是呢，咱今麦看到重点吼。宙斯不是单靠自己统治世界，咱知影吼，传统宗教、民间宗教、偶像崇拜，所有的神明都有限制的，他的能力不是超越时间空间的控制。每一人管一项物件，每一人管一项物件，好，每一人管一项物件，我们就去想那个，我就爱讲出埃及记的十灾啦，哈，出埃及记的十灾的是埃及法老王凭借着10个神明要跟摩西的一个上帝掐拼，啊，所以咱大概知影，他不单靠自己的力量统治世界啦，有足侪迄个哈神明啦，哈，好。那保罗呢？他们说他是希尔米，他名字也叫做荷米斯啦，哈，哎伊是这个宙斯跟麦雅的儿子啦，哈，是白亚囝的对了哈，是12个主神哈。那伊嘛讲伊是牧羊人呐，哈，或是牧牛人哈，哎当然伊有管着这个喙齿啦，文学啦，会讲到这，就是甲保罗的文学造诣可能也有关系啦，哈，甲伊这甲伊治等等的这个哈，这个就是这个米尔斯哈，西米尔哈，这个神像啦哈，大概嘛，因为安尼，所以因甲伊当做这个代表年轻的哈，当然因两个当然要极力反对啊哈，极力反对哈，因为因不是要设立自己的宗教他们也知道因家己不是神明，因是上帝，因是上帝的仆人来伫遮来传福音好，所以咱就看到讲因伫这个所在拄着有人欢迎。嘛有人来赶因，真有可能欢迎因呢，嘛是共一群赶因的人，在耶稣的身上也发生这样的事情。当耶稣最后一届进入耶路撒冷的时阵，一群人伫遐欢迎伊，嘛有共款迄群人伫最后的时阵举手讲定伊十字架。有真个时阵伫这个使徒咧传福音，拢会拄着即种的代志。教会历史的发展其实嘛拢安尼啦吼，这是我感觉真可惜吼，真可惜但是较加在是讲保罗伊真注重创设教会，嘛真注重伫即个教会体制的设立。搁另外一方面，伊真注重伫即个门徒甲使徒的训练，所以伊会当伫伊离开了后，搁有人继续伫迄个所在来传福音。另外一项代志就是，咱对伊的传福音的这中间，伊无惊吓，伊无论呢，伊照伊所领受的呼召，真认真、真诚实来讲真理的话。就算伊无介意听，伊嘛是真认真来去做吼。咱知影讲，伫无接受的人，伊永远无法度来开伊的心门。所以耶稣嘛，甲伊的门徒讲。斩掉恁下顶的头，保罗甲巴拿巴嘛是共款，斩掉因骹顶的头，就上帝的恩典就甲这人无关系啦吼。对伫基督教的教会历史，咱若对头前来去看，基督教的发展，通通是在被迫害的时候，福音传得更广。
哦，通通是哦，哈，一受到迫害，发展的更快。啊，什么时阵教会开始停滞不发展，开始进入白领阶段，开始生活真安稳啦。哦这个大家经济拢足好啊，无传福音的压力啊，教会就袂发展啦。吼，这拢是差不多历史中间的一个事实伫这所在哈。所以咱咧讲，越是遇到迫害，福音的力量更大哈。过来，保罗跟巴拿巴很在意的一件事情是破除迷信。伊无讲哦，你甲我当作神明就好，我好爽哦，伊袂安尼吼，伊就爱真正马上，因就脱衫了，跳入水内底，讲我毋是神，你莫甲我当作神，吼，迄个意思就是讲，伊嘛爱真清楚甲因遮诶人讲，吼，恁遮诶做法毋对，你袂当对传统宗教来看基督教信仰。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出发点嘛，哈！不要用民间宗教的角度来看基督教，这个会出问题啊，哈！啊，伫保罗甲巴拿巴伫遮有真重要的一个声明，哈！啊，咱就知影讲，是求保罗，哈！啊，伊伫这个帕佛，咱咧讲的这个塞浦路斯岛的左边，哈，南塞浦路斯啊，伫迄个所在有牢，啊，伊伫迄个当初时一个真大真悬的官是巡抚吼，伫这个所在，咱大概知影讲伊伫遐会当接受福音，会当成做迄个所在的帮站吼。啊，过来咱佫再一次提醒啦吼，伫犹太人因当初时大概有三个名，也是讲罗马公民有三个名字啦吼。啊，咱讲扫罗是一个希伯来名，保罗是一个罗马的名吼。啊，罗马原来意思是小啦吼，小啦吼。啊，咱知影讲保罗会用保罗这个名，就是伊要伫这个外邦人的中间来传福音吼。好，啊，这个连长长了起来啊吼，我搁解说一摆啦吼，前摆你咧问的这条线吼，毋是话毋对啦吼。伊甲保罗的宣教无关系，但是咱知影，咱会记哩第一届宣教的中间有一个少年囡仔对保罗甲巴拿巴出去，伊是巴拿巴的表小弟，伊叫做马克，对无？啊，马克对到伫别家这个所在了后，伊就后悔，就转来。这条路是马克的路线，吼，所以毋是保罗的路线拢伫遮尔，遮转遮来安尼。啊，这条是迄个马克的路线，安尼，吼。多谢你的提问，我会当佫可以了解安尼吼。好，无就今仔日讲到遮，到这个所在，毋知有问题无？我先甲伊关起来。伊初代教会咧传福音的时阵，基本上就是拢真辛苦吼，拢真辛苦。伊一方面爱面对犹太人，吼，犹太教的背景；一方面爱面对传统的偶像崇拜的人；一方面爱搁面对政治势力，比如讲遐个贵妇，吼，遐个高官，吼，因会用政治力。所以这三个面过来咧，搁伫偶像崇拜的背后，搁有一寡咱咧讲的神棍，利用宗教咧做生意，遮个人，迄个摆卡的人去互人受医治了后，会抢着因一寡生意，遮下几个势力到尾啊，拢会成做保罗因传福音的一个阻碍。所以因着爱去受人赶逐，着去离开安尼。因真辛苦啦，真辛苦。好，今天到这里下个礼拜中秋节我们就放假一次。
吼，安尼有问题无？哦，多谢牧师。袂，多谢牧师。咱请信心解传咱祈祷好无？咱斗阵来祈祷。天顶的上帝，阮感谢你，阮受着你的拣召，诚侪你的囝子。主，阮知伫这中间，阮犹原爱受着操练，受着训练。阮通过着安尼，阮会当搁较知上帝你爱阮做的是啥物。主帮助阮，阮用一个真敬虔的心、真虔诚的心，行来甲牧者有遮尔好的机会，来搁较清楚明白，同时保罗为着即个福音，安尼拍拼来，受着真济的苦痛，甲阮即摆比起来实在是差太济。所以伫阮即摆即个时代，阮伫遮，阮实在无尽着阮的本分，遮做好的传播者，主你帮助。互阮逐时逐刻伫遮来更新阮家己，咱时常看你的话，时常来到你的面前，甲主你有好的结连，主啊帮助阮，主互阮搁较济的遮信徒，遮的兄弟姊妹，愿意伫这时间，遮来破开济的代志，来到伫这中间，甲阮同齐通过着安尼来搁较认捌上帝你，主你。亲自来感动这会友的心，主啊，阮将这拢摆伫你面前，阮要散会保守着阮每一个人，拢有上帝你的眷顾甲保守，你的祝福伫阮的顶面，阮来感谢，靠主耶稣的名，阿门。妹阿妹，门。大家晚安。晚安，牧师，谢谢，安谢谢，多谢，大家安安。